哇！用1/10香港樓價，竟然買到全屋華為智能，一線精裝，1000尺性價比豪宅。最近好多人越車南下嚟香港玩。今日我哋就調翻轉，港車北上，過一條橋去睇下中山呢個地方，點解會成為最多香港人選擇回流置業嘅城市？今日我哋要睇嘅係中山南區遠洋天柱。聽講呢度係中山4區交疊嘅核心，5分鐘上高速直連深中大橋，仲有永東巴士直達樓盤現場啊！3公里範圍內商場、醫院、學校樣樣齊，究竟係咪真？一齊入去揭秘下啦！一入到嚟，最大嘅感覺就係鬆動，同香港密密麻麻嘅樓宇完全唔同。呢度嘅綠化好足，真係好似將郊區公園私有化咗。據統計講，呢度係低密度社區，即係人均享受嘅空間同環境質素高好多。行幾百米，仲有1.5萬畝國家森林公園。上次帶大家睇過萬尺豪宅，好多人都話離地。今日就帶大家睇實際啲、性價比高啲嘅實用兩款戶型。呢間係1200尺，即係內地嘅116方。哇，居然有個咁大嘅客飯廳，南北對流，通風都幾好啊！而且呢個露台咧都好闊，平時晾下衫、擺張休閒凳都得。香港嘅116方可能淨係得2房，仲要購埋公共嘅面積，呢度直接可以做到4房，送多39方。你覺得有個自己嘅衣帽間係有咩第二個？呢個所有女士咧應該係夢寐以求嘅。即係香港，如果要平時化妝或者衣帽間，咪就住下我哋會爭實質使用面積拍得住香港嘅150方啊！最好玩嘅係全屋配置咗華為鴻蒙智家居，一聲號令就控制到燈光窗簾，好方便。小易，Open all the lights in the living room。呢度直頭係標準配置，住得好輕鬆啊！如果覺得116方唔夠用，呢個1500尺142方環廳戶型絕對係改善嘅首選。呢個大環廳真係好震撼，大約55方，平時屋企人聚會請客都好有體面。總共送43方，實用率達到130%，做到3+2房，就算大家庭住都好鬆動。而且裝修嘅標準完全對標深圳、廣州豪宅，而且送40至43方，實際使用面積約170方。香港1700尺，起碼要1500萬以上，呢度只需要200幾萬，仲要係主城核心位置，配套齊全。Crystal 啊，喂，呢度最大嘅感受咧，同香港呢個分別咧，就喺呢度咧係唔需要用尺去計數嘅，我哋自己都有好大嘅空間去生活。同埋咧，我見到地方都好大啦，可以擺我嘅首飾啦、袋啦，同埋我最中意就係有我自己個衣帽間啊！喂，小朋友你哋覺得點啊？我覺得好好啊，不如就買呢度啦。全部買晒，你仲要？如果你都開始諗，係咪一定要將成副身家綁喺香港一個劏房嘅單位，或者可以俾多一個選擇自己親身上嚟睇下，感受下呢一種空間感同埋生活嘅模式，可能你會有一個新嘅諗法。